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并使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也是隆重的上帝。这俄罗斯圣诗，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伊。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伊。你所启示圣经真理，伫我手中预料所行，以为拍开自性之意，甲我定情地听候你。我心便便爱你之时，开我目睭，互我看伊。至圣诗，圣诗194首，请咱今日分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性情投胎，对在小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勒多人内受苦，正是被死害撞到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咱这是全能的上帝大平，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信上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方，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只咱要来重新来启应，启应文第23篇，伫咱圣诗后面启应文的部分1039面，启应文第23篇，请咱重新来启应。来啊，咱来唱歌俄罗上主，敬请，就对上主唱新的歌。咱哋拢要对上主唱歌，
就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就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我邦是民，不过是我上。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就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就称圣洁做礼物，做礼服敬拜上主。咱做起来，就对万国宣布上主最王，世界坚固会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伊要用信实审判万民。咱三个来感谢。满有恩典甲祝福的全能主宰，阮的阿爸爸上帝。伫你所定表的主日早起，阮即份受你应调的儿女，搁一遍自执伫你的施恩宝座前，用心灵甲诚实，大声唱出阿乐诗歌，来称颂你的至圣、至尊、至善的圣主名。嘛要用恬静的心思意念。来领受圣神对天降临所要赐予阮的平安甲祝福。慈悲的上主，今日是感恩节主日，感谢你伫这一年来的眷顾甲保守，互阮虽然拄着侪艰难困苦，总是你的主爱双手，一直甲阮掠查保护，互阮拢会当安然经过。特别是武汉肺炎。对年初一直到现在，还阁伫侪国家得流行甲传染，甚至侪城市受到封城会无方便。原住伫台湾的百姓，却还阁会当自由自在来往。为着安尼，我要对你献上阮真诚的感谢。同时，嘛要决切恳求，饶人民人会慈悲上主。施行拯救的大能伫其他国度，可能互即个瘟疫无久就会当离开阮人类，也互世界各国的百姓早一日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亲爱上主，对下礼拜日开始，阮就要进入迎接救主圣诞的节期。阮教会嘛有筹备迎接圣诞的系列活动。阮计划要通过赞美礼拜、庆祝会以及报佳音等活动来会友以及社区朋友播扬救主降生的好消息。恳求圣神感动甲兄弟姊妹会当热烈同心来参与，可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并且受到你的欢喜安乐。感谢阮的上主。伫即个天气转凉的气候中间，求你保守阮年长甲身体衰烂兄弟，互因的身体会当紧紧调适气候变化，可能会当继续勇壮、健康甲主同行的每一日。这是阮要搁一遍领受记录书宣扬的信息，恳求圣神伫阮的中间，大大同工，讲的、听的。拢会当得到你大大的祝福甲恩典。阮就是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父，阮伫你的名，你的旨意得成，
伫地面亲像伫天，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下面阮的辜负，亲像阮也下面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死，就叫阮的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中受上帝话，由咱本人信歌机再来念感谢诗歌。咱信歌机所练的诗歌叫做一首感谢的祈祷诗，一首感谢的祈祷诗。
即咱咱来讲授上帝话，咱要来读圣经诗篇16篇对第1节到11节，是咱旧约圣经588年。旧约圣经588年，先16章第1节，咱要来读到11节。这条请请我来读。诗篇16篇第1节，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论到地上生的百姓，因是极其好，是我所深深欢喜的。因百姓听我耶和华的，因的忧苦要哪加添，因献电费的债，我无要献。我的嘴唇也毋提起因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回忆。我所应得的，你甲我顾守。所让予我的地是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学落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你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面，我就无流传。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的拄着朽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即点要宣扬福音，宣扬信息，要请咱继续说。伊今早起所要宣扬的信息叫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咱将下日的时间交托给继续啊！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迄个感恩节的主日早起，当主日来到伫伊的面前，咱要献上感恩的祭。感谢上帝过去一年的带领，互咱虽然过去一年真正是拄着侪侪恶当中的事吼，咱拄则祈祷中间有得到提醒吼，咱伫即个。我的喜悦疫情的中间，有影台湾是幸福的，台湾是幸福的。咱即几天看到世界，特别咱的隔壁国防日本，不止严重，抗疫疫情不止严重吼。以及全世界目前来看，敢若台湾上安全吼，阁会通自由自在，去到各所在旅游，去餐厅食饭，咱无受到限制，这真正上帝互咱真大的恩典。咱伫即个中间，就要向上帝献上感谢，求上帝保守，互咱伫过去所承受的遮一切吼，咱献上感谢，为着明年新的一年，咱嘛爱献上感谢，咱只是搁再一摆重新来祈祷。亲爱圣神，阮恳求你，即时阵来到伫阮的中间。恳求你开阮的心，互阮会通领受对天来恩典的话语，也帮助阮伫你话语的中间，阮搁再一摆来思想你所要启示互阮的真理，互阮领受，也会通去行，通利益伫阮信仰的成长。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什么是咱生命中上珍贵的宝藏？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宝藏？现在有人会认为讲财富，财富是咱生命中上珍贵的宝藏。亲像有人讲，有钱
使鬼的下外，吼，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讲敢若有钱，啥物代志拢会当做。哦，所以因为尽所有的气力，一世人拼命在趁钱，为了要满足因所想一切的欲望。有人认为讲，迄个知识学问是用来保障。哦，亲像有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诗中自有颜如玉。哦，好亲像读册，会通互咱得到真多的财富。哦，所以做侪人爱追求迄个高学历，哦，高学历。哦，咱若得到迄个高学历的时阵，检采，哦，什么都能够拥有。哦，除了会当有迄个功名，嘛会当有好的姻缘。哦。过去咧看姻缘的时阵，哦，看你是毋是有好的成就嘛吼。你若高知识分子有啦，拢较有迄个成就，所以大家拢要嫁迄个高知识分子吼。以前我头一个女朋友，伊爸爸讲，我的查某囝嫁有医生啦吼，所以我就无资格嫁做伊迄个男朋友吼。所以过去个时代，感觉读册真要紧。你若得到高学历的时阵，就免烦恼。迄个功名甲姻缘，现在有人会认为讲，留名千史，哦，伊迄个名声会当传到伫历史的中间的时阵，哦，迄是因的保障，因的因的即个真要紧的代志。哦，好亲像上古咧讲的，人死留名，后死留岁，所以死了后会当互人纪念，是值得真骄傲的代志。哦，所以无咱会遮尔侪铜像吼，迄铜像的目的是安怎？就是要人纪念嘛，互咱知影讲伊的丰功伟业嘛吼。伫电影，检测咱有看过即出电影真有名，《魔戒》。哦，即出电影内底有一个角色叫做咕噜，这咱拢知影吼。咕噜伊就是淡薄仔精神分裂吼，一直变牛去吼。伊即咕噜伊原本是一个哈比人。伊名叫做史麦克，这个哈比人其实，咱看伊变做咕噜了，敢若真恐怖哦！伊心所想的拢是要甲害啦。但是真正的哈比人，其实因是真温柔，真良善，并且伊也真热情，好客，真欢迎人来到因兜做人客，伊过着真快乐的日子。后来是因为即个史麦克，伊甲伊好朋友，无意中，去找着，即支迄个手指即个手指魔戒，找着了以后，伊拢想要，将做家己所有伊甲伊的朋友拢想要得到即个魔戒。凑巧，迄天拄啊是即个史麦克的生日，即个史麦克就感觉讲伊搁较有资格。爱得到这个魔戒，做伊的生日礼物。咱伫咧电影中间会当看见讲，这个魔戒会当互人，迄个灵性，会当使人伊的迄个灵性，互伊安怎，将迄个人性上自私的一面，无限放大。你若得到魔戒，好亲像讲想要得到各种物件，像安尼，这个史麦克。真紧，就互即个魔戒的力量来甲伊控制，所以到伫落尾，伊为着要得到即个魔戒，伊将伊的好朋友来甲伊杀死。总是咱看见史麦克伊的人生无因为得到即个魔戒，敢若过了搁较美好，反正因为伊诚做是一个率领的上凶手，伊互伊的故乡的人来看死。所以伊爱过着世界流浪的日子，伊失去所有的亲朋好友。各位亲爱的姊妹，咱会当看见，当咱若是将迄个错误的物件看做是咱生命中会保障的时阵，咱整个的人的性情嘛会受到影响。若是咱无度去控制心内迄个欲望甲冲动，最后咱真有可能会做出后悔一世人的代志，所以咱着爱真细腻，咱所做每一个决定。
伫讲阮这的这个主日，就要透过咱的所读这段经文诗篇16篇，这篇是我真意是篇，咱三个来思考，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这个主题。望透过大笔伫信仰顶面这个信仰的反思，来帮助咱，什么是咱生命中唯一的活口。当咱来回顾大笔一生的时阵，真有意思。伊差不多15岁的时阵，就先知撒母耳来甲伊割我，互伊成做扫罗的继承人。但是咱看见伊登基成做以色列王的时阵是30岁的时阵啊，15岁互撒母耳来割我，但是伊到30岁才真正成做以色列王。伫这进前有一半的时间，伊拢互扫罗咧追杀，世界相比，因为扫罗知影讲伊要做王，所以感觉心内是无平安，一直甲大笔追杀。咱知影大笔无想要去得到扫罗即个王位啊，无心啊伊无迄个心想要得到即个王位，但是上帝却拣选伊。因为扫罗伫上帝面前，伊违反伊的心意，违背上帝的心意，无听从伊的命令，所以到伫尾后，扫罗互上帝来仰望，所以伊才会改立大笔来成做以色列的王。原本上帝拣选，互上帝重用，是一件真严重的代志。好像咱若是去参加迄个国王的加冕，国王的加冕，还是讲迄个总统的就职，甚至咱有牧师的就任嘛，拢会定大家，敢若是看起来真袂歹的即个典礼但是真可惜，大笔伊互撒母耳割我成做王以后，并无即款的典礼，反正因所拄到的是啥？是黑白的人生的开始。这个大笔受割破了后，开始他黑白的人生有一句讲告诉讲，肝若无好，人生是黑白大笔是安怎？受割破，人生是黑白所以为着要得闪扫罗的追杀，大笔伊必须要离开伊的家庭，离开伊所疼遮的亲人，伊四界漂流，为着要保存伊的性命，伊甚至得到伫以色列王，以色列人伊的死对头，即个加特王，就是亚吉迄个所在，伫遐咱看见大笔是安怎？伊改变原本真正常的迄个举动伫遐装疯卖傻，假做伊是笑的无迄个加特王了，算讲伊是来遮做spy做迄个间谍想要来刺探军情所以伊伫遐装疯卖傻了加特王讲无代无志来一个笑的创尔所以就无要插伊即个大笔即个人咱看起虽然大笔经历遮尔多困难甲痛苦，伊将来无因为安尼来违背上帝，来感觉疑问上帝，甚至充满怨言，伊点点伫遐承受所拄着遮一切的试炼。好像大笔知影讲，上帝挑故意用即款的方式，是要锻炼伊的信心。好像迄个军人，伊要上战场进前，一定安怎？一定爱操练，一定爱受到侪才会训练了后，才有可能出去烧战。你哪有可能讲叫一个人来拢无家训练，就叫伊出去烧战？安尼可能上战场就安怎随去秘起来，也是讲伫遐真惊吓，毋敢出去烧战。一首诗歌安尼来讲，伊讲你若不压，敢然成长，就不能够存有。迄橄榄你若无甲缀，
都无油会通出来。迄个葡萄嘛是共款你定爱伫个落去遐打，伊个葡萄汁伊才会出来，才会通转做是酒。然后迄个拉达，拉达你嘛是爱伫家己用火甲串热甲烧，伊才会成做咱讲拉达糕才会通清出伊个香味。所以就我讲，主啊，我即个人是毋是嘛爱承受你所温准迄款的创伤？其实就是迄个操练啦。咱每一个人拢爱互上帝来操练。随上基督徒就是爱伫不断经验上帝，互咱各种信用操练的功课，咱的人命才会愈来愈成熟。咱袂因为生活中间一寡小小的挫折来感觉灰心失志。对兄弟，咱是毋是愿意互上帝锻炼咱的信心？伫解经文一开始特别讲，伊直接讲，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了我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就是伊是一位专心投靠了我承认上帝是活命的主，并且领受对伊来一切的好处。这是大家的信用告白。圣经学者认为诗篇16篇是一首求救的诗一首求告的诗就是大家伊伫遐受苦受难的时阵，因向上帝求救。但是伫求救的一开始，既然是讲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了我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咱若咧受苦时，敢会讲即款的话？刚才大家伫遮受苦，既然是啊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咱通看去大别个诗有真多，拢是当伊拄着患难的时阵，伊所写出来。一开始，伊伫遐真艰苦心，亲像诗篇22篇，伊伫遐讲：我上帝，你啥事离开我？看起敢若真悲惨，敢若是真悲伤耶稣咧顶十字架时阵，伊嘛是安尼讲：我的上帝，你啥事离开我？但是咱看到伫后壁的时阵，迄个大家心境会转变，反正是伫遐俄勒感谢上帝。伫大家诗的中间，伊所写的诗，我中间拢常常看见，当大家拄着危险、拄着灾害、战事背后，上帝救伊脱离即款的灾害了后，伊向上帝献上俄勒个感谢。咱的性格都要亲像大家即款坚定信靠，但是这需要真大的信心。咱真毋茫学习大家即款的坚定信靠，但是这真正爱真大的信心。上要紧的是，大家伊知影家己所信的是甚物款的一位上帝。只有上帝才是伊生命中唯一的倚靠。过去有一句话讲：靠山山倒，靠水水干，靠自己最好。但是当你也无都靠家己的时阵，你要讲靠啥物人？只有会通靠上帝。所以，特别伫第30、第40个经文中间咧指出，伊真意爱甲迄位甲遐忠心侍奉上帝的人，三个敬拜上帝。直接讲，因别个神替我摇花的，因的忧温忧苦要哪几天？因献电火的祭我无爱献，我的喙唇也无要提起因的名。因为代表要甲遐神的百姓，大家敬拜上帝，毋是甲遐敬拜偶像的人，伫遐敬拜上帝。所以代表绝对无要甲因同流合污无要提起遮敬拜外邦神明的人，伫遐敢若献电火还是讲伊的喙唇要提起因的名，因为信靠别个上帝的人，因的忧苦要拉起天。其实信仰除了是咱真实的体验，
咱嘛爱甲同性的兄弟姊妹，咱三甲来分享，咱三甲来沟通甲勉励。通过即个团契的关系，会当帮助咱搁较认捌上帝。我刚才用一个故事咧讲迄个比喻故事啊，迄个瞎子摸象吼，迄青面去摸象啊吼，人讲你是感觉象生做啥物款？迄青面去摸的时阵摸着迄个象的腿大腿的时阵好亲像条啊，亲像条啊，摸着伊的耳仔的时阵好亲像龟丝，摸着伊的即个鼻仔的时阵好亲像水果。摸着伊的尾溜的时阵，佫亲像是一条蛇啊。有个人倒伫迄个象的大点影的时阵，佫亲像一张即个一张床啊，佫亲像是眠床共款每一个人伊所经历的上帝拢无共款，佫亲像咱咧摸迄个象共款，天面摸象共款。就是伫即个无共款经验的中间，咱三个来分享。咱才会通知影讲，原来上帝有遮尔济的款式，遮尔济形态来显现。咱知影讲一次西装无可能所有人拢穿的，穿的拢好看咱若讲迄较细汉的穿这条张落西装，穿起来大叔穿敢若穿布袋的若你像大汉的人去穿迄细丝的西装穿起来敢若Superman 真合身啦所以无一次西装是完全会当下伫每一个人的身上。上帝的启示嘛是共款，上帝对咱每一个人启示拢有无共款，咱会当去体验到。所以咱着要用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为着上帝为咱每一个人量身打造的那套西装。就是咱的性命，因为这拢会通成对咱上好信用的见证。代表伊是安尼去经验上帝。伫圣经中间，侪遮信用的人嘛是即款，会用即款的方式来经验上帝。初代教会圣徒嘛是安尼。伫咱家庭的中间的信用前辈嘛是安尼，伫教会咱同性的兄弟姊妹嘛是安尼。当咱愿意将上帝的作为，愿意将上帝成做咱生命中唯一的瓦靠的时阵，伊会赏赐互咱是迄个上妙，也是上丰盛的福分。咱是毋是有领受？好亲像大体一遮所讲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我所应得的，你甲我保守。所让互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是真好。咱的生命中有啥物款的产业？咱所珍惜的产业是啥物？有影咱着要相信，上帝赏赐互咱的绝对是丰盛的。亲像箴言10章20所讲的，耶和华的祝福互人好业，也无掺忧闷伫内面。耶和华所赏赐的福气，互咱的好业，伊无忧闷伫内面。总是咱常常因为比较计较的心态，咱无愿意将生命中所领受一切。来向上帝献上感谢，咱也因为比较计较的心态，会认为上帝为虾米对迄个人赐福较济，对我赐福较少？随上比较甲计较的心态，只会互咱看见咱失去啥物。计较甲比较，会互咱忽略咱了有啥物。比较跟计较只会让我们看见失去了什么，却忽略自己还有什么。咱是不是有将上帝当作是咱生命中唯一的瓦靠？是不是将伊看作是咱上珍贵的产业？
但是毋是有确实，伊所想出互咱各种的温数，拢是上好的安排。咱对于大家即首金的诗，会通学习什么款的信仰方式？我咱读圣经的中间，第四篇16篇一开始有写大笔金的诗啊，写咱好多金的诗哦。圣经也只讲，研究袂出来叫在是只是一个注解尔哦。伊讲即首诗叫在对咱的性命是真宝贵，所以才正做是一首金的诗。所以即首金的诗会当学习什么款的信仰方式？但是咱就爱常常学乐，因为教示咱好。拄则刚才中间有提起，大笔伊少年的时阵的事故啊伊15岁，我听做王来对战。但是佫较悲惨的是，当伊到12老的时阵，伊竟然互伊的后生押沙龙来背叛。押沙龙想要起来做王啊，所以大笔佫再一摆过着流亡的生活，佫开始逃走，离开伊的皇宫，逃去到伫旷野的所在。我相信在座一定无几个人有遮尔啊悲惨的命运。讲少年时阵着艰苦的事，到12老的时阵，佫遇着艰苦的事。咱详细去想，但是咱详细来想啊，若毋是代表因为对上帝有完全的信靠，伊绝对无法度去赢过即款的迫害，即款的患难。为虾米大笔会通遮尔信任上帝的带领？除了是因为伊对上帝完全敬畏的心以外，也是因为伊对上帝有完全的认捌。因若敬畏上帝，伊也会通认捌即位上帝。所以咱对第70、第80经文中间来看到这项事，伊而且讲。以为我的摇花，免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常常敬奉摇花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面，我就无摇错。伊伫我的正面，我就无摇错。啥物是伫咱正面？咱要思考这个代志。过去咧战争的时阵头前徛的人是亚当，伊是徛伫正面。倒边是提盾牌，是为着要保护迄个亚当相杀的人。所以相杀是拢两个人，毋是讲一手亚当一手亚盾牌。所以当即个亚当的人徛伫咱正面的时阵，咱就会通无摇错，袂感觉惊吓，因为是伊咧刣的，伊替咱咧刣的。所以啥意思？代表讲。伊伫我的正面，我就无错，表示这是上帝完全的保守。从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伊真爱微服出巡常常拢穿迄个真素洁的衫，去到伫迄个乡村的所在，去巡视，看伊对有啥物款的需要，还是讲有啥物款的问题。伊这个中女就是缀伫身躯边。做伙去出事。后一天，伊顺拄着落大雨，到去避伫一个即个农家即个农家的即个屋檐底下伫遐避雨即个女王就甲伊的宫女讲安尼去借一支雨伞去到门口看即个厝内有人无？尾仔即个宫女就入去去遐弄门甲迄个。有人出来甲伊应问问讲啥代志？伊讲即摆落大雨，想当借一支雨伞，互因会通转去厝里。即个农家看讲，这雨伞借去，就无要紧所以拿掠一支佫旧佫破的雨伞当互迄个即个宫女走转去。因就安尼掠一支破雨伞，就转去到伫皇宫内底。第二天，即个女王伊就派一个人臣，将即支雨伞送转去到伫个农家。
并且也带一寡礼物啊。后来这个农家才发现讲，原来是女王甲因借雨伞，伫遐真着惊也真后悔啊！早若知我就将厝内伊上新上好的雨伞借互迄个女王。咱的人生哪有遮尔济早知道的对吼？咱若有遮样济早知道，咱就叫做王永庆还是郭台铭。然后若是咱无法度真正入捌上帝，要怎样用信任甲诚实来甲伊敬拜？若是咱无法度真正入捌上帝，要怎样知影伊为着咱成就甚物款的代志？伊要束缚互咱甚物款的问题？好在是咱毋捌即位女王，所以咱无法度将咱的心完全来献互即个女王。有影一个真正敬畏上帝、入捌上帝的人，伊绝对会常常来思想上帝话语，并且互伊的话语伫咱生活中间不断教示咱、警戒咱的言语，免得咱得失上帝。好在像诗篇第篇所讲的，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每日善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也因为咱会通行伫上帝旨意内面，伊就要保护咱，免受到仇敌的攻击，互咱手内所做拢会通平通。所以咱的性命就要常常用娱乐献做祭，感谢这位教示咱、保护咱的上帝，并且伊献上感恩的祭。咱就要常常娱乐、敬拜、感谢。第二，咱要永远将上帝看作是咱生命中上珍贵的产业。当咱观看大卫一生的遭遇，我相信无人比伊较悲惨嘛。伊所经历的是啥物？15岁高丽成做王，然后伊去甲大汉人哥利亚相刣。刣了后，伊无王来感觉讲啊，你是我真好的一个即个助手吼。反倒是伫遐讲，你既然想要谋朝篡位吼，因为咱知影讲大卫伊开始哥利亚倒来的时阵吼，因遮的妇女毋是伫遐吟诗唱歌，伫遐唱啥？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咱若听到这个话，可能讲，真正是要谋朝篡位啊！所以伊虽然开始这个大汉人哥利亚，但是转来无受到敢若好的待遇无，伊反倒开始互扫罗来追杀。伊直到伊30岁时阵，伊才调做以色列人的王。调做王以后，伊所有一切的战事拢真顺利来。正名，但是到第2老的时阵，伊竟然犯真大的一个罪，伊甲即个拔示巴行奸淫，毋然呢，伊阁杀死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犯遮尔济的罪，到第2老的时阵，阁伊的后生，拄则讲伊的押沙龙。来甲伊背叛，所以自头到尾，咱看到大卫的一生，哪会遮尔悲惨？虽然安尼，咱看起大卫，伊自头到尾拢毋捌离开上帝，因为伊知影只有上帝是生命中上珍贵的产业，只有上帝才会通互伊生命的杯满出来。这个杯伫原文意思其实是命运啊，表示讲上帝伫整个大卫伫生命中所下的一切，这个命运拢是上帝互伊的好。所以让互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是真好。了解咱一生伫咧追求的。
是通互咱感觉满足的产业。我拄则讲到一个首讲，有人是姻缘，有的是子孙，拢是啥物件？拢是短暂，念米就过去。无道真做永远的满足，搁较无道，互咱的心灵得到永远的喜乐。台湾基督教教会头一位信徒高长，伊是高主任牧师来讲嘛。当迄个马雅国医师来到台南，伫遐传福音时阵，高长是头一位信徒。伊一世人真艰苦啦，伊毋是讲好野人出身的，所以有人甲伊口劝讲伊讲你的囡仔遮尔多都要加买一寡土地来有子孙。但是即个高长安尼讲，我无需要留土地有子孙，国家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信耶稣的人就是我好的子孙，若无信耶稣的，我无要入去听做我的子孙。伊常常对伊的儿孙讲：我无留落金银财宝互恁，我所留互恁的产业，就是主耶稣甲一本圣经。哎呀，这什么是恁生命中上珍贵的产业？那恁要怎样看待这份产业？但是这份产业甲你的生命有真要紧的关系，你是毋是也捌将这个产业介绍互咱的子孙，继续来明白，继续来承接甲认识？听这，当咱决定了上帝做天父，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神做保惠师，听做咱的信仰告别的时阵，咱除了爱感谢上帝拣选咱成做伊的儿女即款的恩典，互咱会当有福气的人以外，也是咧向所有人来见证，见啊掠耶和华做生命中上珍贵产业的人，世上上幸福的人。我亲像做事的人安尼见证讲，令耶和华做伊的上帝，的确有福气。伊竞选做伊的产业的，迄个百姓有福气。所以伫今日主日的今仔日，互咱为着过去一年所领受恩典来向上帝献上感谢。无论咱经历偌多，经历什么款的境遇，我相信这一切拢有上帝的保守甲带领。我亲像家己所讲的，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性命拄着朽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所以咱也通安尼来宣告讲，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这是咱伫上帝面前的信仰告白，伫这人面前的信仰告白。伫上帝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上帝的正手永远的快乐。有信心继续引带咱，伫新的一年内面，也愿意用信心来仰望信靠上帝的带领，互咱伫每一天生活中间，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来感觉心满意足，中间平安喜乐。这是咱的感恩节，毋是美国人的感恩节啦，这是咱的感恩节。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来向上帝献上感谢？互咱通过这首特别的金的诗，耶和华是咱的产业，咱搁再一摆来到伫上帝面前，咱用信心来倚靠上帝。也搁较坚定来行这条信仰的道路。虽然这中间有经过崎岖坎坷弯弯低低有弯有低，但是一路拢有上帝在带领，一路拢有上帝在保守，咱当心来祈祷。天父，阮满心感谢俄罗你，因为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王。你是阮活命的源头，阮对你遐领受最多的恩惠。阮感谢你，
因为对阮出世开始，你就固守阮的王命，你明白我，你熟悉阮，你也固守阮，保全阮的性命。阮感谢你，你互阮性命的过程中间，会通明白耶稣基督来成做阮的救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遐，阮领受最多的恩典甲福气。虽然阮知影，阮一生的中间有经过最多的苦难，也有不如意的代志，拢是阮对这中间，阮看见上帝，你是成做阮的帮衬，成做阮的倚靠。你伫阮的正手边，阮就无摇错。阮为着安尼，要用娱乐献做祭，也要用感谢献做祭。主，阮毋简单是要伫感恩节的主日，用即款感谢的祭来献互你。阮更较需要的，伫生活的每一天，拢用感谢的祭来献互你。因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阮知影上帝你会固守，你会保护，互阮的骹无摇错，互阮会通继续牵调伫你。这是你对阮的恩典。主帮助阮，因为即款信心的倚靠，阮会通正人来宣告讲，耶和华是阮的山脚，佫是阮杯中的分野。因阮知影，你所让互阮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主，你伫阮的性命中是遮尔宝贵，阮也愿意将即个真要紧的保障，要留落互阮的子孙，互因也有份来看见上帝你恩典的赏赐，是遮尔丰盛，是总遮尔高雅。主，阮感谢你，也恳求你继续来带领阮伫未来的1年。阮有缘爱倚靠你，有缘需要你继续伫阮的头前带路，互阮无论经过风雨，无论经过风雨，还是伫顺境的时阵，阮拢会通用娱乐感谢献做祭，归荣光伫上帝。祈祷恳求感谢，拢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咱来领会的诗歌圣诗第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圣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本家今世放野地，我真软弱，你大权能，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绵羊，天的绵羊，求你日日养饲我，求你日日养饲我。将你起传授圣诗622首。
请谢即点咱们来主念感恩的献祭，咱请牧师来处理。咱即条要来献感恩的祭，为着咱过去年中央就会报告伫台前来献上感恩的祭。咱来吟圣诗438首。万地神也好经济，咱来吟传授咱吟到第30副歌的时阵哦，牧师会来带头，咱来到来献感恩的祭，咱会当不管是一排一排啦吼，第一排、第二排咧，可能较好行。请咱预备心，来献上感恩的祭。
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极大的恩赐，因为四位逐项各面拢是你所赏赐予阮的福气。当阮用感谢的心来到伫你面前，阮知影，阮要看见人的卑微，上帝你的伟大。阮也要看见，因为有上帝，你伫即个世界买了你，也阮所有一切，才会通照期间继续咧进行。主，阮为着过去一年所领受这恩典，带到伫你面前，献上感谢。主，恳求你，互阮深深知影，若无你伫阮的身躯边，阮就袂会做啥物。你所互阮这一切的恩赐，拢是为着要显明你对阮的疼。主，愿你帮助阮，互阮搁再一摆用谦卑敬虔的心，来到伫你的施恩宝座前，阮摆列这一切的娱乐敬拜，同时也为着阮所领受的摆列阮的娱乐感谢。祝福阮，因为即款的献祭，搁再一摆行做你忠实的信徒。互阮也因为即个感恩的献祭，阮会通伫生活的每一天，拢会通敬奉上帝。帮助阮，互阮伫一生的日子中间，因为会通知影你是阮的主，因为会通信靠你是阮的主，也为着要宣扬你是阮的主，互侪人也通领受对上帝遐来各种的好处。主，阮为着这摆咧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求你继续保守看顾阮头前的路程。祈祷恳求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个咱们来应答上帝的话，咱来讲者，请从用即事甲秀珠即事来说明。请坐。即点咱来读咱即礼拜的经文，伫咱九部第2面，咱用在路通遍华语来读一遍。来，耶和华是我的山野，我会中的魂野，我所应得的，你甲我保守。
所以我的是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是免人因无来高我是我的产业，高我为中的物件，我所应的，你甲我固守。所以我的地是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是免人因无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诗篇16篇5到6节，接下来报告有关咱阮的消息。咱今日是感恩节主日吼，咱感谢咱天父伫过去一年久的保守甲赐福。咱今日咱游园有准备咱一家一菜的方式来举行爱餐吼。不过因为伫个疫情无真严重的状况吼，咱无要互即个咱的感恩节的气氛降低所以咱有举行即个爱餐吼。不过请咱兄弟来注意整个的即个该注意的吼。那么咱伫个101项吼，咱有摆咱的菜吼。所以咱伫遐配菜时，咱必须爱挂嘴吼，挂嘴吼，而且尽量片面讲话吼。片面讲话吼，即点请咱家己合作吼。那么咱有而且咱就同工吼，迄个从容吼，即请因为咱原来会提菜吼，所以咱要入去以前咱还佫会喷一遍的酒精啦吼，咱的手即个会当更加清洁吼。所以那么退菜了后请咱转来咱的礼拜堂听车吼，转来跟礼拜堂请吼所以请咱要特别注意遮个咱的规范咱讲咱莫失去咱感恩节的这气氛但是要大家伫个真安全的状况来享受这个爱节所以请咱大家来配合佫煞只第三项那么咱的礼拜后咱这个爱餐了后咱要继续圣诞节过年咱顶礼拜有时阵兄这参与所以大概已经迄个雏形已经出来那么咱继续去布置其他这个讲亲像咱圣诞树等等较细节的部分所以请咱兄弟会当一齐来参与第四项咱拜三的查经祈祷会，咱第一部分查经是由咱戒牧师来主理，祈祷会是咱李宏祈祷来主理所以咱嘛欢迎咱兄弟踊跃出席参加咱是在教会是用祈祷建造合一的教会煞只第五项安尼是咱第二即个咱第二下主日咱举行下半年度咱为教会牧师馆的贷款以及土地教会献迄个小猪祭所以咱来用小猪饲到大只会当摕来献所以咱请兄弟踊跃未有小猪的咱会当提早做准备即嘛是超前部署咱超前准备咱会当伫后期一期咱搁来献所以下礼拜咱就要来举行即个献祭其他即个咱的本会已经开始办理，咱中正以上学校的即个学生奖学金有关即个办法咱已经是全部拿遐有即个公告毋知影，请咱来咱的关的保庇用长老，你就是相关的即个同工来问啦所以请咱注意即个时间咱是甲即个月节气第七咱即个教会是拢圣诞节拢有请上圣诞歌啦那么咱的兄弟若准有要定圣诞歌
来经上咱厝边头尾吼，咱会当一嘴来点啦吼，每一份是15块啊。有关的口味甲数量吼，请咱家己去公布来去吼并且将这个费用交咱的指示吼。这嘛是甲11个节气吼，11个短节气吼，所以请咱注意这时间。第8项吼这个咱望咱教会兄弟会当参与咱一个真意义的一个服侍就是讲咱要甲福地旅办公室来一嘴来进行保定的独居老人的这个供餐上餐的这个时间吼。那么咱望兄弟方便的，咱较侪人来参加啦，安尼时阵吼咱牧师就会当做安排吼。咱时间望讲较侪人来做吼，大家就较袂遐忝吼，咱集中伫几个人吼，所以咱兄弟有感动的吼，咱会当来甲牧师报名吼，咱就明年就要开始啊吼，因为咱这已经讲一段时间啦吼，所以兄弟方便的，咱紧来甲牧师报名吼，这时间吼是伫11点半到12点吼，所以希望讲咱来报名。其他教界消息大多15项等等吼，请阮家己来看吼。那么第5面吼，有关风险报告咱也有经历错误者请咱来咱来回去更正吼免得讲甲面对的时阵咱的报表有出入对咱因为咱这报表吼，在有报表拢在经过这个中会有关的这个。查销所以咱若无过来检查到时去做检查，足麻烦的所以咱若有毋对，免客进来检查搁煞只这个有关后礼拜这个事项请咱家己看像这才家己看，准备咱先来事项有关顶礼拜聚会出席经历个者，请咱家己看。最后，咱有关这个补充报告甲情报报告，好，直接来介绍这个王军的阿嬷吼，林国cường另外后壁面这所在吼，林王军的妈妈嘛吼。因为你个妈妈吼，今日做伊培养叫咱做第一场嘛，所以王军带伊来做第二场的礼拜吼，咱大家放心。咱做部无看到迄个学制吼，学制咱就个因为咱固定的信义房屋总是就是下半年做无用的，搁侪人要看厝要买厝，所以拢爱伫即个。就我的时阵，带这客户去四界看厝，所以我有特别甲伊讲今仔日有即个专门一个主日礼拜甲爱餐欢迎，邀请伊来甲咱主持看，所以咱嘛替伊祈祷啦因为无过头想过无用啦好，毋知阁有迄个预防的后生啦预防甲希望上。是大汉后生对，第二个嘿，咱来个好咱应该真侪兄弟食迄最好食的物件所以迄有介绍迄王军的阿嬷，毋知阁有我爱中人球嘛，我爱中人球我中人拄则有咧讲，有要感谢啥物代志？不用了。有顶一摆因为我阿嬷过身啦有几位刚刚去到伫山顶的所在来送别啦做迄个个别礼拜所以主要是阮中人是讲要甲咱的教会在刚刚说着起来我已经有谢过了。对，
这个体系都是我中了中嘛准备的吼，今日这个菜啊，伊嘛准备迄个用到这个菜啊。好，安尼要比咱较等者食爱餐的时阵吼，迄拄则张长老讲，为着要保持咱疫情的中间嘛是会通做好迄个防疫措施吼。所以伫遮来甲咱报告一个吼，咱较等者要入去硬菜的时阵吼，咱是对外口面，就是后壁的门入来，然后对即个门出来，然后迄边的门拢无要互人出入个。楼梯这边的门我拢会关起来，只进不出。就是讲对一个门入来，对一个门出来，然后就是讲入去的时阵，赶紧将迄个你要食的菜变。咱底下拍菜，伊要啥用底的，安尼这就顶落安排，不要底下拍，而且你比我等你进步的地方，OK，你也就来食，简单的拢是。好，咱听迄个进道长老来指示的吼。咱尽量就是讲，入去一摆10个人安尼啦吼，就是菜已经拢好势就出来，后尾安尼入去吼，咱保持迄个内底莫伤侪人，莫伤过侪人吼。所以请咱伫即个欢喜的中间嘛会当咱注意迄个疫情的即个安全吼。所以接下咱就要进入咱公道的事项吼，但是咱为着咱的家庭咱今日是为着原民吼，为着原民来祈祷吼。原民因即2个月展览吼，有迄个画展吼，所以不止无闲，也因为伤过无闲，伊最近有迄个胃肠炎，胃肠炎搁有生活节所以。咱特别为着原民来祈祷吼，求上帝特别来怜悯带领吼。伊虽然即摆搁咧读研究所吼，但是较侪时间拢是咧工作咧工作吼。伊调故意讲要互伊迄个学业又较长2到毕业吼，咱求上帝保守啦吼，互伊伫即个学业甲伊的生活搁伊这展览各方面拢会当真正。这个上帝会带领保守，咱为着原民来祈祷。因为我这时阵要为着原民来祈祷，感谢你，互伊伫咧求学的过程中间，会通来到伫个教会来敬拜上帝，同时也参与着教会的服侍。阮看见伊有即个美术的文字，会通成做阮教会真好的帮助。阮恳求你来纪念你为教会所付出遮一切。特别为着伊的课业来祈祷，祝你保守伊的身体，特别是即几个月有即个胃展，遇到真无闲，引起伊有胃肠炎、生活症，求上帝你的意志临到伫原民的心中，互伊会当早日你来恢复健康，也保守伊，互伊即个展览结束以后，也搁再一摆当来到伫阮中间。阮伫遮参加敬拜上帝，上帝你也保守伊，尾后即个硕士学业的完成，助力带领伊，保守伊，阮将原民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引带看顾，伊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即阵工作吼，咱爱特别为着玉天长老祈祷吼，玉天长老拜一拜一有去带伊吼。
因为一个无爽看吼，特别就是讲伊血液有细菌感染吼，就是有咧注射抗生素就是足奇怪，就是讲一般咱若是细菌感染，拢会发烧吼，结果有几囡仔拢无发烧，所以医生就是通过足侪检查吼，是要找出讲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吼，所以即摆搁伫马街咧住院，咱为着伊检查了一切拢会通顺利，并且是迄个医生知影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来甲伊治疗吼，互伊早日去恢复健康，爱通出院转去到厝里来休息吼，咱这个为着有天乐来祈祷吼，咱也为着即个疫情来祈祷啦吼，咱知影讲世界疫情其实愈来愈咱讲已经到第三波第二波过去叫第三波不止严重拄则有讲起咱伫台湾真正是真值得感谢啦因为咱无因为受到这疫情的关系咱伫生活各方面拢真无方便所以咱为着全世界这个疫情非常地来认命特别是这个疫苗疫苗即摆已经有到第3阶段咧做实验咱期待讲这个疫苗会通赶紧来发展出来互咱无受到这疫情安尼感觉惊咱为着世界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来祈祷咱过来嘛是为着咱圣诞节的时间来摆咧咱祈祷这是3个起日为着这几项事来祈祷。我这面前咧为着有天天乐来祈祷，所以礼拜一因为身体无爽快，伊来住院，通过医生来给伊检查，来给伊治疗，主攻处理，所以会通早一日来恢复健康。特别是从医生会通做出上好的诊断，知影用什么款的方式来治疗伊天天乐伊的疾病。晚上第二林病医帮助伊，可以会通赶紧一直恢复，转来到原中间，所以咱再一摆来敬拜上帝。我也为着全球这个我肺炎疫情，我再一摆求主你来怜悯。所以阮知影有侪个国家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因有百姓在受苦，因伫遐破病。所以，阮期待这个疫苗会通赶紧来研发出来，通互一个遮破病的人来得到医治，也帮助阮通过这个疫苗，阮会通得到保护甲保守，做互这个疫情也真正是会通得到好的控制，做帮助阮也通用全心来祷来祈求上帝，互这个疫情赶紧来结束。所以，阮也为着12月圣诞节这个时间，由你继续来引带看顾。阮为着20个12礼拜，新常会以及24暗时的好佳音，拢求上帝你来引带，互阮通过这个福音的作用，互主了所记的降生的好消息，让互人人拢会通听见。所以，阮从这时间仰望交托。
以上就感谢工作主要所提供的清明，感谢。所以咱来民祝福的诗歌，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圣诗第398首，请咱起立举手，临时上请牧师祝福。主耶稣基督恩典，献俾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佮感动，甲恁众人常常参加伫地，对这时直到主过来，阿门。大家有，呀，我们在看我们安怎是，关于就好，要你放的，你物件拢放。